现代第一版圣经利未記第10章，拿達甲阿比戶的罪，亞倫的囝拿達甲阿比戶提因家己的香爐點火甲香，佇上主的面前獻無神聖的火，毋是上主命令因的。有火對上主發出，甲因燒死佇上主的面前。摩西對亞倫講：上主捌安尼講，親近我的人，就尊我做聖。佇全體人民的面前，我要得到榮光。亞倫恬恬無講話。摩西叫亞倫的阿叔烏瑟的囝米沙利甲伊利撒範來，甲因講：恁來甲這兩個親人對聖所領出去迎我。因兩人就來。照摩西的吩咐，邀迄兩個死體的炮，甲因領出去迎我。摩西對亞倫甲伊的囝伊利亞撒、以他瑪講：恁毋通甲頭毛拍散，毋通拆二衫哀傷，恁才免死，閣免互上主對會眾發生氣。毋過，恁的同胞以色列人，通為着上主發出的火哀哭，恁嘛毋通離開會幕。恁才免死，因為恁是互上主抹油設立的，因就照摩西的話做。這是的條例。上主吩咐亞倫講：你甲你的囝入會幕的時，無酒厚酒攏毋通啉，恁才免死。這要做恁世世代代永遠的規例，互恁通分別聖還是俗。清氣也是無清氣，閣互恁通將上主通過摩西命令以色列人一切的規例教示因。摩西對亞倫甲伊所剩的囝以利亞撒甲以他瑪講：恁用火燒獻予上主的素祭所剩的，就佇祭壇邊食這個無摻羹的餅，因為這是至聖的。恁着佇聖的所在，就是會幕的埕食，因為這是用火燒獻予上主的祭物中間，你甲你的囝應得的份額，這是上主予我的命令。又過獻予上主的胸坎肉，甲牙關獻予上主的大腿，你甲你的囝、查某囝，攏通佇禮儀的上清氣的所在做伙食。因為這個是以色列人平安節的中間，你甲你的囝應得的份額，因着將牙關的大腿搖過的胸坎肉，甲用火燒獻予上主的祭物的油做伙帶來，搖搖咧獻予上主，這個永遠做你甲你的囝應得的份額，這是上主予我的命令。後來，摩西急要找迄隻做贖罪祭的山羊犅，那知已經燒去啦。摩西就對亞倫要活地的囝以利亞撒甲以他瑪發受氣講：恁是安怎無佇聖的所在食這個贖罪祭？這個是至聖的，上主已經將這個予恁，要除去會眾的罪過，佇上主的面前甲因贖罪。既然祭物的火無帶入聖所，恁就照我的命令食。亞倫甲摩西講：今仔日因佇上主的面前獻贖罪祭甲燒化祭，毋過我有拄着悲慘的代志，若食贖罪祭，上主敢會歡喜？摩西聽了嘛感覺合理。